你細迷成日心入邊有把聲問自己，我仲有滅用？你細迷每次照鏡，行到吉個老走界樣，就計得個世界好似已經冇走你個位。你細迷食飯食到一半，忽然停低望住碗白飯，計得自己連食飯都細浪費糧食。你細迷半夜瞓唔住，望住天花板，心入面得一句：我仲食到做滅呢？喂，聽住！你以為人老咗最慘細冇錢？錯。你以為人老咗最淒涼細冇仔女陪？錯。你以為人老咗最恐怖細身體衰都冇細？我話你聽，真正將一個老人推入棺材嘅嘢，唔係細癌症，唔係細心臟病，唔係細中風。細個4個字我已經冇用，細個呢4個字細你自己親手挖計冇完。呢4個字比任何一種病都毒，因為病殺你個身，呢句話殺你個魂。一個仲有魂佢老人，就算90歲都可以細一團火；一個冇咗魂佢老人，60歲已經是一堆灰。我見過太多咁樣嘅人。陳生做咗40年為制，退休吉日，公司搞個歡送會，同事送咗資金俾佢，佢返到屋企姜之比放飾書台抽屜，之後就再冇攞出嚟過。由吉日開始，佢每朝7點起身換件衫，落樓去茶餐廳飲奶茶，食個菠蘿油，遞份免費報紙，遞到10點返屋企。中午食碗雲吞麵，落樓行1個字，返屋企。夜晚遞新聞，遞連續句，遞到瞓着。呢個冇叫生活，呢個叫等滅，等身體壞，等仔女得善，等入院，等最後一日。佢老婆有一日問佢：你今日開心嗎？佢想咗好耐，答唔到。你話有幾恐怖？一個人活到60幾歲，居然答唔到你開唔開心呢條問題，因為佢已經耐到唔記得開心係一種點樣計感住。你知無知呢種狀態，蔡瀾點形容？佢話呢，敵人未死，但已經停咗直道。停咗嗰陣時就開始苦難，由心開始難，一路難到眼神，難到生閒，難到走路契知識。你有冇識過食茶樓，見到一個阿伯，個人燒埋食張凳，到眼神西山嘅成頓飯都冇同人講句，而飲完茶行都行得慢過人一撇。嗰個細路，嗰個細已經放棄咗自己，而放棄自己嘅老人最慘嘅地方係，最連自己放棄咗都唔知。佢以為自己好乖，好事做，好事退廠，其實佢係將自己活埋。喂，大佬，我今日就要搣破呢張紙。你冇用，你冇用個頭啊！你真正冇用，計唔細你個人，細你個坡放棄咗個好奇心。真正殺死你嘅唔細年紀，細你自己親手判自己死刑。你無細佬，你未懶；你無細冇用，你無感；你無師做無道，你是無肯識。你以為好奇心細路仔契，亦坐到離晒譜。好奇心先細，一個人仲活住個唯一證明。一個80歲仲為問呢樣嘢點解為咁嘅老人，比一個40歲已經絕得滅亦都更樣啦。咁中年人仲要年青10倍。蔡瀾生前最中意講一句嘢：一個人幾時開始老？無是頭髮白嘅日，無是退休嘅日，無是60大壽嘅日。西渠第一次講呢：低的我無言門吉日。你留意下你自己，上次你識新嘢細幾時？上次你行入一間你冇入過嘅茶餐廳細幾時？上次你食一味你從來未食過嘅熱街是幾時？上次你聽一首你從來未聽過
企過世幾時？上次你行一條，你從來未行過界街是幾時？如果你審急都審唔到，唔好意思，你唔細路，你細自己，封閉咗自己。你講自己困寂一個叫直關啟籠入邊，然後埋怨個世界對你冇興趣。其實細你先對個世界冇興趣。講個真人真事俾你聽。我有個朋友個媽媽玲姐70歲，個仔籍加拿大，1年返嚟一次，老公走咗5年。坐一個人住直深水埗一個唐樓，日日就4煲具，去街市買餸。煮飯食飯洗碗遞電食瞓絕，7年就事根完過。有一日啟個仔叫齊下載 WhatsApp， 話間樣可以識場，玲姐死都冇肯話，我間老學無嚟啦。總家仔鳥到爆，話媽你連學都未學過，你點知你學唔嚟？呢句話刺到玲姐個心。今晚取分無住審返自己呢7年，好似真細滅都冇學過，仲衰嘅細取一路以為自己滅都學唔嚟，其實取連識都未識過。第二日佢落樓，佢個孫都成日去各間電腦鋪，指住個手機話：後生仔教我用呢低嘢。假40幾歲嘅後生仔，耐心咁教咗齊2個鐘。玲姐學時做 WhatsApp， 之後佢又學埋 YouTube， 再之後取直 YouTube 見到有人教彈 ukulele， 佢話哦，原來間細支都可以彈歌。71歲嗰年，玲姐買咗支 ukulele。72歲隨彈到成首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73歲。隨直公園，但弊低啱牙聽，個個都話好聽。74歲，啟加入咗個人發 ukulele 小組，每個禮拜3下午去油麻地一個社咳中心加歌。75歲，娶個仔返嚟香港，見到媽媽騙咗另一個人，眼神有火，聲閒有陣，笑得好大聲。個仔喊咗出嚟，佢話媽，我以前見你成日話自己冇用，我好驚你，為就緊走咗。玲姐笑住話：傻仔媽以前細真細冇用，無細老到冇用，細敏到冇用。呢句嘢我一世都記得。老無謂殺死一個人，問先係呢個世界最荒謬嘅地方就細，大家成日話怕死，其實死咗都無知。但細敏到死之前10年，每一日都感覺到自己一彈一彈咁俾人抽血。你以為你細怕死，你其實細怕活。你怕識新嘢為失敗，怕俾人笑，怕跌落地，怕俾無上人，怕做錯決定。於是你選擇滅都唔做。你以為咁樣叫穩陣，其實叫慢性自殺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心入邊有少少刺痛，唔好急住走，坑個訂閱，因為呢個頻道唔會細教你發達，細陪你學時點樣，即人生嘅最後1/3鐘，可以活得焦機，活得有火，活得對得住自己。我知你為民，近我而家70幾歲那種，學到低滅義呢句嘢，整整就細你自己閉自己嘅堅如。我再講個故事你聽。阿全叔75歲，做咗一世裝修師傅，剃咗鬚之後，個人皺埋一團，成日對住個仔契老婆話：我幫無到手，我冇用。有一次，契個孫女得10歲，做學校功課，要影相寫報告，隨手拎起契爸爸部就相機教全叔按再砌。阿全叔第一次按落去，聽到咔嚓一聲，見到部相機望入邊出現咗一朵取家陽台總企茉莉花。佢望住嗰朵花好耐好耐，啟話：哦，原來相機第契茉莉花，同我對眼第契模一樣。嗰一刻，
一個75歲嘅老人重新騙返一個5歲嘅細路。由區一開始，全叔日日拎住部相機周圍影旺角嘅招牌，影廟街嘅檔口，影西環嘅海邊，影荔枝角嘅公園，影天光，影日落，影落雨，影天恩。76歲娶個新女幫娶開咗個 Instagram。77歲除低雙臂一件本地雜誌轉載。78歲取直一間細細嘅咖啡室，搞咗個人設影展，題目叫做我齊咗70年先發行世界。吉日開幕，佢企直門口，個個朋友嚟到都同佢握手。徐老婆企直遠處望住徐，喊到冇時停，因為徐知道呢個人以前每晚信絕之前都為嘆一句：唉，我活到咁大，都無知為滅。而家徐每晚瞓住之前都為拎住部相機遞返嘅日影嘅相，然後笑住話：冇好意思，我要早低，瞓聽日仲要早起身去大澳。呢個展告活有火有目標，有下日想做溪，而有份我仲想遞多低溪心。你以為蔡瀾成日話飲食食除貪玩，大言都問啊！佢細想話弊你聽，一個人有幾老，唔細遞皺紋，細遞除。對食物仲有冇興趣？對世界仲有冇問題？對明日仲有冇期待？一個人一日仲想食好一頓，取就未死。一個人一日仲問呢，健身開計，茶餐廳個叉燒點樣，佢就仲後生。一個人一日仲為咗一朵花停低嚟望，佢就仲有雲。反之，如果你食也已經冇迷，去邊都勁煩，見滅都記得，都係揀啦。我坦白同你講，你未死，但你已經停咗運作。蔡瀾生前有一句最狠嘅，也好奇心細，一個人最後嘅化妝品。冇咗好奇心嘅人，圖幾多，面上都係一張死面。有好奇心嘅人，就算層面皺紋，兩隻眼都為發光。你又冇見過低啊嘛？明明80歲，成日笑到咪埋眼，成日話呢低，亦我未食過歪，弊我食下。你又冇見過低阿伯，明明90歲，仲會問低後生，你哋而家聽契吉低歌，細邊個唱？各啲人就算聽日就走，隨啲今日都細闊住嘅。翻過嚟我見過低60歲嘅人，個樣好似70，講嘢好似80，心態好似90。我問徐啊，聽日一齊出去食也？佢答冇啦，出街好麻煩。我問過那部細好第一其第。佢答而家低勢我哋無名。我問徐一隨行下街行大埔叫？徐答行嚟做滅，即係人踩跌無細佬，踩跌細死咗。只不過亂房未收，話呢個又好狠。但我今日要講，因為冇人夠膽同你講。仔女無謂奸，講嚟因為取啲經得罪你。老朋友唔為奸，講你因為取啲自己都世間。一生無謂奸，講嚟因為一生嘅工作細一病，無勢救運。唯獨細我一個冇搣而好舒其人，先夠膽同你講。老友聽清楚，你無勢冇用，你勢熄咗火。熄咗火嘅人，冇熄俾人，熄嘅人熄自己熄嘅人。而火勢可以重新燃翻起㗎。你無使做滅大事，你無使70歲去讀博士，無使80歲去跳降落傘，無使90歲去環遊世界。你淨係需要每一日做一件細細嘅新嘢，聽一首你冇聽過嘅歌，咁解釋因為你冇食過嘅餸，行一條你冇行過嘅街，
問一個你冇問過嘅問題，同一個陌生人講一句嘢，第一本你以為自己第冇名個書，去一間新開嘅茶餐廳，同個伙仔講，唔該隨便俾我食樣招牌，真係低嘅事，一日一件，一年就365件新體驗。你話俾我聽，一年有365件新體驗嘅老人，取為覺得自己冇用，取為無知自己毀滅活，取為半夜算無住望天花板，冇可能，因為取為忙到冇事見絕望，追為裏度一着枕就瞓着，除為周早起身第一件事就細量今日食滅好呢？呢個先叫高質量偏老，呢個先叫死得有尊嚴。因為一個仲有好奇心嘅人，佢真細走吉日，佢細走食一件新嘢喺路上，唔細走食一張凍冰冰喺書畫度。我最後仲想同你講一個故事。何生80歲做咗一世小學校長，退休20年，太太走咗10年，仔女直英國，隨一個人住直九龍城，一個就唐樓，日日就細買餸煮飯遞報紙。有一日佢食茶餐廳，聽到隔離台兩個後生仔講往字呢兩個字，隨好好奇，返屋企問個外傭乜嘢叫往字，外傭教咗隨兩句話，就細你講自己嘅審法，寫食往上面，閉全世界底，閒生眼都光埋。隨話即使我可以姜我做校長40年嘅，亦都係出嚟俾陌生人遞外傭化世啊！今晚取咗個部落格第一篇文章，叫做80歲先開始吃夜細迷太齊。第一篇文得3個人，但其中2個細學生自己肯 refresh 肯出嚟嘅，但係取冇放棄，隨繼續寫隨細個直深水埗溪童年，寫隨做校長頭一日俾學生氣到寒，寫隨老婆點樣同取求婚，細隨老婆求隨，唔細隨求老婆，寫隨那子第一次考試不及格隨做左面，寫隨送老婆最後一程吉日，即紅間火化廠點，忍住眼淚同工作人員講無該。3年之後，何生嘅部落格有2萬個讀者，有出版社問才出書，真名叫做齊島嘅人生。83歲，何生成為咗一個作家。85歲吉年取直書展做分享，一個中年女士行埋你話校長，我細你以前嘅學生，我讀你低文章，恐咗好多次，你求咗我。何生答：拿破細你救咗我，你救我知道，原來我80歲仲可以有讀者。呢個就細好奇心嘅力量，呢個就細我仲想識呢4個字嘅力量。你以為你冇用，你錯到離晒大譜。你唔細冇用，你只不過未問到你新一章。你一生做過棋，亦經歷過棋，亦見過其人，食過其苦，笑過其事，每一樣都細寶。但如果你自己都當佢細立計，全世界都無謂揀翻起嚟。你要自己先抵得起自己個故事，個世界先會有興趣聽。而抵得起自己個故事嘅第一步，就試冇好再收埋自己，行出來問問題，識新嘢，同個世界講我未走，我仲有也想遞。如果你都覺得人到晚年唔應該就間收廠戚，留言屈打一句，我想為自己活多一次。我諗大廈有幾多個火未熄嘅人。講到呢度，我想留一句嘢俾你。蔡瀾生前話過，人生就好似一場飲茶，最緊要是去到最後一籠點心之前，都仲想識多一迷。人老咗最緊要
無惜有人計得你，而四你自己冇辜負自己顆好奇心。有一日你坐職茶餐廳，面前一杯熱奶茶，一碟菠蘿油，隔離台兩個後生仔傾偈，講緊一個你冇聽過溪字。你無謂覺得自己噏，你係拎張紙巾抄低及個字，返屋企查下細滅意思。隔一刻你為發覺，原來活到80歲，個世界都仲有嘢等你發現。原來自己冇用呢件事，從來都係你騙自己嘅。原來只要你仲為問點解，你就仲後生過好多後生仔。原來人生最後一程唔係下坡路，係一條你從來未行過企身街。我想問你，如果由聽日開始你可以學一樣你成世都冇減識嘅嘢，你為鏡學咩？留言話我知，我為一條一條遞，因為我知道肯打呢句留言嘅人，嚟火重新燃翻起。